吧。来了。哎，你悠着点。嗯。怎么了呀？又失恋了？哟。姐什么时候失过恋？你说那吴东江是吧？哎，吴东江那渣，我叫失恋吗？是，你这个还真不能算是失恋，你顶多就算是个失足。就跟我们这儿那个仁泰公子似的，放着 CEO 不做，天天非要做个混子吧，哭着喊着要签 rapper 发专辑开专辑。等会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签 rapper 发专辑开专场。不是这句，上一句。仁泰中心的 CEO 金小贝。你认识他？岂止认识啊，熟着呢。他刚失恋，昨儿刚陪他喝了。楚雨，你把他交给我认识。张宇，我欠你。什么难事都交给我吧。大哥，你刚刚你自己说的，你跟他很熟。人家很低调，经济身份圈子就我一个人知道。秋雨，我跟你不一个圈子好吗？那也不行，我不能卖了人家。再说了，我最近忙着比赛，没空过去。我先上去了。我们俩合作呗。怎么合作呀？你帮我认识那个金，我帮你听好了啊。第一，我包装你，让你上全国平台。第二 ，SW 线下活动，未来1年我帮你乐队。啥？成交。我先上去了啊，我演出呢。够意思。老金，哎呀，你别来找我好不好啊？我这等人呢。老金，告诉你，我练出4块腹肌了。恭喜啊！不是，你说你这儿啊，不是健身就是游泳，要么打高尔夫，你秀给谁看呢？哦，秀给你现在的女朋友，叫什么鱼来着那个？哎呀，这事儿啊，跟我1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啊！你在调查我？是考察。结果是，你的确是在玩，你不可能再出山了。你知道你那4块腹肌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你说。根据能量守恒法则，你那是退化了大脑，进化了肌肉。啊，什么大脑什么，没关系，坐一下。我今天来呢，就想问你2个问题。第一，你相不相信我和我老师的战争还没结束，或者可以说才刚开始？既然你都觉得我废了，那我老师肯定也会这么想。不是，你学刘备、徐成种菜，韬光养晦，这么秘密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呀？老金啊，听你说话就舒服。哎，我可不想介入你们战争啊！哎，刘备也没有介入到马超和曹操的战争啊，可刘马却是互惠互利的战略朋友。互惠互利啊！现在呢，我就要请教你第2个问题。我知道你在等谁，但是他应该还有10分钟才会到，啊，也或许他根本就不需要出现。由我温者出任仁泰的 CEO， 如何？
之前为什么不答应我呀？在考察我？难道我只是在健身游泳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？没有，没什么特殊的要求。你给其他 CEO 什么条件，给我一样就好了。不过，我还要再跟你谈另外一件事。看来你不止在健身啊，你的确做了不少的事儿。怎么？你对这个感兴趣？截止去年，全国物流总成本占 GDP 的15%，这么大的 billion 市场，我怎么可能没兴趣呢？可你跟老师之间有约定，你什么事都干不了啊。所以我干的不是 PE，而是你们仁泰的 CEO， 一个商业百货的职业经理人，这不违约吧？1年为期，我保证让你们仁泰暴增25%。1年后，你仁泰物流港的 PE 交给我。厉害！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服务员，一杯热拿铁。喂，是我。抱歉啊，今天的约会取消了。啊不，以后也不用约了。我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了。好，半年以后吧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得约你。抱歉，就这样。先生，您的咖啡。哎，别那么隆重，请你坐下，先坐下。我呢，还有个条件。说。你们仁泰物流港缺资金吧？我要入股，占股51%。幸亏不是你的敌人啊！看来你的老师是低估你了。闹了半天，你不是自己不投资了，而是改行做实业了。我不赶时髦，实业金融没什么转不转的，都试试了。好，既然你有条件，啊，我也有个条件。仁泰的前 CEO， 你必须替我管教他。1年后，在你离开的时候，我希望看到他能够成为真正胜任 CEO 这3个字。金小贝，你的宝贝儿子，他的想法可多了，管教他要比管理人的还要麻烦。你在坑我吧？你不亏啊！你想，你今天把这么秘密的计划，就这么没心没肺的摆在我的面前了。其实啊，你并不关心我选谁当 CEO， 你是在逼我选边，敌人或者是朋友。你让我看到了你真正的4块腹肌啊！你赢了，因为我选择了压你。老金，你还少输了一点，同道才能有始有终，而我相信你是我的同道。所以啊，我既然知道你是仁泰未来物流港最大的股东，我把儿子押给你做人质，还有比这更同道的新人吗？啊，说不过你，说不过你，算你赢啊！哎，但是我丑话先说在前面啊，我怎么管教你儿子，你不能管。好，我要你怎么配合，你就得怎么配合。比如我要你断他的粮，你就得断。成交。好。
干嘛呀？忙着呢。哎，今儿晚上8点，金约了我玩密室逃脱，地点8号会所，主题潜伏者。我要去。我都铺垫好了，我跟他说了，我带一高手玩家过去，我可只能帮到这儿了啊，到时候就看你自己了。还有，你能不能别穿的跟那 OL 似的？啊，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今天晚上我的装备、我的行头跟你们那圈的一模一样，成吧？行，那晚上见啊！啊，晚上见。我知道仁泰的吴总躲着我，是二不在搞名堂。哼，姐还真不怕，遇强则强，那是我的强项。我张小鱼出手，仁泰中心这个单必须拿下。小玉，这游戏还挺有仪式感啊。你认真一点可以吗？不要破坏这种氛围。各位，欢迎进入游戏，请开始吧。臭鱼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去那边找找。别动，别动，别耽误了。走。
同学，我可找到你了。我叫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你？我叫张小鱼。上面派给我的任务是占领人太专柜。利用其地理位置的优势，盯视地方的一举一动。可是现在被敌人盯上了。还好我昨天得到了消息，人太有我们的内部同学。同学，我可算是找到你了。好好说话，什么乱七八糟？我是 SW 的销售，今天我来是找你谈合同的，而且招商部已经通过了。你是 SW 的？对。那这样吧，你去保险柜把文件拿出来，然后上3楼把它传出去，人台专柜就是你的。真的假的？废话，当然是真的。保险柜有密码，你不要了。87。哪边？都是命了。牛总，哎，这就是我跟你提到的高人，中国网络技术界顶尖高手阿丁。这是东阳工程名就投资有限公司的牛总，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。牛总你好。年轻，好，坐。牛总，先说说您的想法。不着急，先喝酒。来。我呢，想要跟陌陌一样，不，我要的比陌陌更厉害。啊，您想要的是那种社交应用 APP？ 对。啊，那您想做的是原生的还是混编的？是 iOS 系统还是安卓系统？要不要电脑客户端？或者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需求？我不管这些，只要跟陌陌一样就行，很简单。啊，开发软件呢，看似简单，实际复杂。就拿最基本的注册登录来说吧，有邮箱注册登录，还有微博、微信、QQ 短信授权登录。密码找回呢又分2种，邮箱找回和短信找回，这里边分7种情况。那这个价格可能就要超7倍之高，或者是更高。怎么着？怕我没钱？哈哈哈！哎，怎么会呢，哥？你要是没钱的话，那上海滩就没人有钱了，是不是，哥哥们？这么的。那个，我呢，代表我们阿婶啊，表个态。这个项目啊，我们一定帮您做好啊。来，预祝咱们上市成功。我干了。猴子，你干嘛呢？玩什么呢？有事说事儿，我正直播呢。你给我介绍什么客户？活成一土老帽。哎呦，你别以貌取人，人家那可是真土豪，叭一下就拍500万。你知道吗？张口闭口就跟说跟陌陌一样。你知道陌陌多少钱吗？
哎，你别那么认真行吗？随便给他做个差不多的就行了。随便跟风啊，让我 couple， 那是我但丁干的事儿吗？行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哎。关键组合，喝一个。贝哥，那个就是我刚刚 SW 的是吧？是。你那意思拿着合同来我办公室？我干了啊。你随意，谢谢贝哥。那明天一早我拿着合同到您公司门口等你。谢谢贝哥。我特好奇啊，你说今儿你要是没抽着这张牌，这合同怎么办？这当然有办法呀。作为组织开发华东的特派员，即使抽不到这张牌，我也有办法让他发出情报的。OK？ 哇，真行，太溜了！哎，真佩服你。崇拜啦！崇拜。偶像。偶像。真厉害。周宇。我妈，她给我下了3道催眠符。不行，我扛不住的，我回家了啊！哎，干嘛？你干嘛呀？这贝哥刚失恋，好不容易情绪好点了。但我这……你别操心啊。干嘛去啊？合同还签不签了？哎呦，贝哥，别那么狠。张小雨，老娘可是有你手机定位，1个小时之内不回，我就过来。周宇，问你个事儿啊。说。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你吧，你这鼓敲的确实是不咋地，但是做兄弟特够意思。没问你这个，我就问你个问题：你觉得我这个人成熟吗？你都熟透了。哎，不能是那女的觉得你不够成熟了？多大呀？就一小丫头片子，自己觉得自己老大。哎，姐，你今儿也高了，要不咱散了吧？不能散，一个都不准走啊！告诉你，一会儿转场，谁不今天喝多了，谁是孙子啊！就这么定了。哎，那行，一会儿哥几个去 KTV 继续喝啊。怎么办呢？要是一会儿真去 KTV 的话，我妈1个小时之后赶过来，就丢人丢大了。不行，不行，我得想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，既不得罪金小贝，我又能安全逃脱。聪明。哥哥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您提的那点小要求，那对于我们兄弟2人来讲，那就是一点小的皮毛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都不值一提。我们从大学初1就开始会做那个了啊！不是我跟您吹啊，就没有我们阿神写不出来的代码。上个月，刚帮警察叔叔抓一婚托。婚托？你好好给我讲讲婚托这事。哎呀，那都不值一提，就是一小江湖骗子。老婆，别吹牛行吗？牛总，来，我敬您一杯。不是谁吹牛的呀？不是那合照地儿人骗那么多人，咱们这是行侠仗义为民除害呀，是不是哥哥？
原来就是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！这边，不是咱们为什么跑啊？你说呢？怎么回事？不让你吼啊！你看他们说什么？干什么？顺走！快！他们在哪去啊？别走！马住！周宇，我去个洗手间啊。哎，那你快点啊，等你。我知道。你给我演什么戏了？告诉你，这事我跟你没完，今天。马住！你还想不让我？哎，喂，话还没说完呢。倒也回答我一下，他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不够成熟，所以看不上我？阿健，就你这长相，加上你这身家，一会儿去 KTV， 我给你介绍我一朋友，肯定比他强。不可能，不会有人比他好。但丁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别想跑！别演了什么？你看看后边。什么情况？站住！站住！谁呀？还跑！干嘛呀？我跑了。甩了没看见呀？累死我了！终于甩掉了。那你干嘛还拉着我的手？是你拉着我好不好？这么喜欢我呢？可拉倒吧！明明是你先拉的我的手。你知道但丁主动拉女孩的手是多难受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吐啊？没事，就是被恶心到了。反正我就知道有些人被追的，害得我跑了整个巡回区。哎，你别告诉我，就刚才那几个哥们儿，那几个大汉，他们也想牵你的手。要不是你拉着我手，我早把他们给甩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说什么我不接你电话，我这自由不羁的人设全让你给毁了，服了。你说刚刚是吧？剧情需要，还挺棒的，表现的不错，表扬可以。帮你个忙是吗？请我吃小龙虾，让我压压惊。啊？干嘛我请你啊？不然我请你啊？不然呢？站住！别跑！这边！别跑！这边！走！快！哎，人在这儿呢！快！站住！从前走！有就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往哪儿跑？从这儿去！别跑！别让我们逮着你！别跑！上来吧！还敢跑？这边！站住！
志，跑啊！跑啊！啊，接着跑啊！没完没了了啊！少他妈废话，哥几个招呼他！ 没想到他们玩真的了。一会儿听我口令，我喊1、2、3，一起跑。1、2、3。 欺负一个人有意思吗？过来！来！怎么着？啊？来呀！哎呦我操！什么东西啊？再见！ 车川，别走！你回来了？我来，谢谢。 我答应过你，我不来找你，但是我越想，我很委屈啊！我真的没有想要瞒你。我的问题，不是你不要敷衍我行不行？今天你的部下来找我，说要让 SW 进我们人泰专柜，我答应了。我真的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做的。金小贝，我以前并不讨厌你，你最好不要这样。箱子给我。不是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不是要瞒你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。箱子还给我！你听我话，还是。没事吧？不是你谁啊？你管我是谁呢？我警告你，你要再骚扰林小姐，我就只能请警察了。来，你现在给我报警了啊！你来，你信不信我今天打你啊？干什么？先生，别闹事，别闹事！先生，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？给我放手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儿等着你3个多小时。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？确实费了点周折。17年没见了，你还好吗？先生，你不能这样了！我告诉你，离他远一点啊！先生，今天我金少爷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放手！你自己走。
真是够尴尬了。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让你看见这么一出。这又不是你的错。同学里边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儿，你怎么找到的？确实费了一点周折。看这个，全靠他。2个月前，你在同学群里发了一张照片，那个时候我就确定一定能找到。在上海有这幅广告牌的高层大楼，一共有22栋，其中对面是居民楼的有12栋，这12栋我都去看过了。但是从照片里的光线和居民楼的位置来看，最后我锁定了5栋。接着我假借租房子，一家一家上去比对，这里是我比对的第5栋。这么大费周章的，干嘛呢？那你为什么拒绝加我的微信呢？17年没有任何联系了，没有必要加了吧？准确的说，是17年1个月026天。我不是让你跑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刚扔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？你刚才扔的是什么东西？烧烤用的辣椒面。你牛。